前面影帝梁家輝僅26歲，憑垂簾聽政成為金像獎最年輕影帝，紀錄至今無人能破。梁家輝也曾以92黑玫瑰對黑玫瑰、黑社會和寒戰拿下最佳男主角。今年68歲的梁家輝一部風追影，第5度登上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帝寶座，同時他也成為了橫跨5個10年的影帝。我後生嗰陣，大家都話一街都係大學生，隨便喺天台度抌個磚頭裏邊抌死嗰個都係大學生嚟。我哋而家幾多影帝，你隨便喺個天台度抌落個街度，你可以抌死個影帝啦。當然呢個係好難嘅笑話嚟，但係呢個事實嘅，每年都會出一個最佳男演員，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做到老，只要你唔嫌棄我。拍到冇人睇為止咯，拍到冇人揾為止啦。其實我自己喺生活裏邊啦，唔好講做嘢啦，我喺生活裏邊我都係寫緊自己嘅劇本。